真欢喜今日吼，大家会当做伙来到遮吼，来参加咱今日的台语沙龙有讲座。啊，咱今日即场呢吼，甲后个月吼，等于休热啦吼，即两场拢是即个艺文创作表演者吼的即个分享的即个讲座啦吼。即个咱真欢喜会当邀请到2位女性的即个创作。的表演者吼，一位是咱先跳跳大家看者，一位是陈英安，吼英安，好，另外一位伫后壁吼，咱的即个雅顺张雅顺吼，你看摕一支乐琴吼，伊就是即个乐琴念谣吼的即个表演者吼，好所以咱今日的即个。部分咱是希望会当，就是今日这较特殊的部分，是因为英安是即个舞蹈即部分啦吼，雅顺是即个乐琴即部分吼，到底舞蹈甲乐琴是安怎结合？这爱麻烦咱英安甲雅顺来甲咱介绍吼，咱来甲伊听看卖，欣赏看卖安尼啦吼。好，英安其实是即个，若大家有看即几期的杂志吼。前几期啦，毋是即期，前几期呢有英安的图吼，英安是即个学美术吼，落尾佫家己即个学习即个舞蹈即部分吼，真有心要结合咱台湾吼的文化，安怎去甲伊融入伫即个艺术的创作内底吼。好，咱安尼甲时间交互英安啦吼，好，欢迎，感谢。感谢阿辉老师小解吼。安尼就是咱今仔日的部分，一开始阮会想有一段足 special 的应该无算演出啦，就是一段迄个顶天。今仔有邀请，因为即摆我嘛有甲迄个阮的光影的设计师迄路盛宏那边合作等下咱就先来看一段差不多10分钟以来的迄个乐琴甲光影的结合。逍遥走在云大山黑。
吼，就是那阵的招牌歌，就是开往花莲的火车。啊，因为规首歌较长，所以阮会今仔日就是用较短的版本，啊，嘛是互大家先听看一个。好。啊顺，真欢喜今仔日会使来遮，甲大家分享我创作甲当乐器的这个过程安尼，因为其实我大家就是其实我毋是啥物资深啊，来足有经验的人安尼，但是因为我就是有淡薄仔安尼去试安尼去学才有淡薄仔经验，会使甲大家讲安尼。后一张，就是我，就是我是较早是读电影安尼后来就是毕业了后，想讲，我安尼出社会有一寡钱啊，会使就是有薪水会使学一寡物件因为我家己细汉无啥物来学音乐的这个机会我就家己来去找一寡想要去试的物件后来我就想讲，其实因为我伫厝内啊，甲爸爸妈妈嘛是讲台语嘛是足介意一寡民谣演歌，也是讲一寡歌戏的物件。而且讲我虽然是爱唱歌，但是我唱迄个华语歌听起来都足奇怪我唱华语歌足奇怪，我就较爱唱台语安尼我就想讲安尼我来学一寡台湾的物件后来就学南管、学念歌安尼我一开始的创作嘛是因为我开始学了后，想讲来分享给大家听看卖，就开始旅行啊，四过走，四过交朋友四过看才开始创作安尼所以
2019年我就发行一个我住在一个岛上吼，这个一个 EP 安尼吼，后来佫有一寡淡薄仔的这个一个啥物血观音的这个满树喙皮吼，这个词是上袂写的，佫有一个啥物写佫有这个开往花莲火车，佫有李算迄个南面儿歌安尼，一张，大家若有这若有兴趣，嘛会使加我的名册，我袂记改，我即摆名册嘛是叫做张雅顺安尼，感谢大家，一张。对，开始旅行创作，甲来唱歌安尼。我嘛是四过走，一开始是朋友知影讲，我有咧唱歌一开始是搬即个 Okinawa 的三线，山线安尼，个山线。朋友伊开店，想讲，我会使去唱歌唱伊的迄个 opening 开幕式安尼，我就开始唱歌。迄天毋知是安怎，就有一个女巫店的就是一个 live house 的一个工作人员嘛伫咧遐，伊嘛邀请讲安尼你嘛会使来女巫店唱看觅呢，我就去唱看觅。了后就是愈来愈侪朋友来找我，我会使继续靠迄个唱歌来生活，嘛是感谢各位朋友安尼啦。安尼后来咧女巫店一开始嘛是足紧张女巫店一拍就是唱45分钟，我就是伤紧张，唱到1点外5分钟安尼嘛是豆豆仔有一寡经验来做即个表演的代志，一张拄则就是讲到一开始是咧学 Okinawa 的三线我是一开始讲。因为阮爸爸是足爱日本的文化伊足爱唱演歌足爱听即个演歌音乐所以我想讲一开始嘛去学一寡异国的物件就爱学即个 Okinawa 的三线一开始嘛是学就是足侪迄个日文歌Okinawa 的歌我虽然讲袂晓日文，但是我就是硬去背去安尼嘛会使唱出来安尼但是了后想讲，我家己嘛想讲我就是爱唱台湾的民谣我就用 Okinawa 三线来唱安尼，唱了后，就想讲，奇怪，为什么爱用即个日本的乐器来唱台湾歌所以就开始咧想思考一张，就是开始想咧思考。后来就是讲，我迄阵是使一个前辈，就是甲我讲既然你就是咧唱台湾的歌无你就学乐器看觅。我想讲，嘛有对而且其实嘛无足困难的嘛是哪弹哪看别人安怎弹嘛是淡薄仔会晓我想就开始写一寡台语的歌第一首是叫做《金甲花》其实《金甲花》是来。是为即个嘛是 Okinawa 民谣，叫做听沙古努汉呐，就是叫做凤仙花啦。咱台湾有一个较我的物件，就是即个金甲花。我就用即个民谣来做一个改编改成我家己的物件。嘛是咧讲一个自然呐，甲即个乡土甲性命咱对即个性命的即个爱的物件安尼。第二首是《丢丢动》，丢丢动大家拢知影，讲是台湾最出名的一个民谣。但是我嘛是为这个丢丢动改成我家己的一个创作一个歌，安尼一张，就是歌词拍互大家看觅就是真假花我甲迄个 Okinawa 民谣做一个改编写讲即个性命有生有死亲像花蕊共款嘛是有开的时阵，嘛是有谢的时阵安尼一切拢幸福咱的土地虽然讲咱的即生活有时阵会得到物件，有时阵会失去物件但是阮即个心内灵魂可能嘛是永远是自由的安尼就是希望讲疼痛希望讲
这爱吼永远来相伴安尼。好，一点。好，啊，这是改编。吼，为这第六档改编的，就是迄阵吼，差不多24岁的迄阵，我是就爱去四界行、四界旅行。吼，而且其实火车吼，伫我的迄个家族内底是有一个真深的意义吼，就是讲我阿嫂吼嘛是开始伫咧代替吼来做迄个车诶，开火车迄叫做啥司机哦，火车的司机是安尼？吼哈，夜夫啊。哦，好，感谢，好，安尼。啊，我阿公嘛是来做这个共款的工课。啊，阮爸就讲，伊细汉的时啊，佫会去迄个较早迄火车是咧填迄个迄火炭的，吼，土炭的吼。啊，阮爸就会倒去填这个物件呢。我想讲，这是足古早的代志，因为阮爸阮妈是其实是足老啊，因70外岁安尼啦。吼，所以有拄着迄款的火车呢，我就想讲啊，原来阮爸遐爱坐火车，遐知影火车遐侪代志，就是因为讲哦，我的家族内底足侪人吼咧做这个火车的工课安尼吼，所以我就写这个丢档吼，为这个火车的这个情景内底来去做改编安尼。吼，就是希望讲，吼，迄阵大家拢咧流浪吼，就爱去流浪吼，希望讲流浪会使找着自我啊，是找着啥物物件咧，但是我想讲，其实咱这个真正的故乡，就是伫咱的这个生活当中啊，伫咧咱的心内安尼，好，后一张，好，啊。伫即个过程当中，我就开始咧学乐器吼，就是一开始是无想遮济啦，就是想讲我摕到一个乐器，就开始哪弹哪学安尼，吼，就是有咧一寡台湾的即个音乐会表演，然后去日本吼，去日本表演安尼，吼，搁去啥物朋友的活动啊，搁有家己。家己办的活动安尼来表演，好，啊，这时我就开始完全是用乐器来创作来表演，吼，就开始写一寡安怎用乐器哪弹吼，哪去想一寡旋律吼，哪去想一寡甲歌词的我的物件，吼，亲像拄则唱的迄个开往花莲的火车，吼，就是因为乐器大家拢知影。台北有即个念歌，吼，南部有即个满洲的民谣，吼，满洲乡村的即个乐器的民谣，吼，是迄个风格淡薄仔无共款，吼。啊，但是我即个开往花莲火车，就是我咧听迄个乡村满洲的民谣，吼，因迄个歌内底拢有一寡吼淡薄仔艰苦，吼，淡薄仔生活中的迄个不如意。吼，也是讲因为较早可能做工的人较侪吼，伊就你听的感觉，拢会感觉到，因为迄个生活中的迄个淡薄仔苦的物件呢，苦酸酸的物件呢，吼，我就想着迄个歌来写即个开往花莲的火车吼，就是拄则大家听到的即个歌吼，啊，但是即个歌虽然听起来有淡薄仔忧愁，但是我是想要。表达的是一种互大家即个囡仔的一个摇篮曲的感觉吼，就是咱坐火车的时，有时敢若互咧妈妈的迄巴肚内底吼咧哪摇，吼外口都咧落雨，安尼足静足恬美安尼吼，即个感觉啊，咱常吼看到一寡迄个长辈啊，拢会带伊的囡仔吼，可能。咧四界走啊，足辛苦吼，安尼咧通勤咧为生活安尼，吼，我就想讲啊，即囡仔吼，可能天光了后，伊就会感觉着啊，天光啊吼，伊就到伊的迄个厝内底，也是讲记着伊想要见的人安尼，吼，啊后一首就是4月半吼，就是拄则第一首唱的歌吼。4月半迄个背景吼，就是讲，以前我就是读册时阵读着讲，罗东较早有一个空路巷，吼，就是可能大家开查某也是啉酒的所在呢啦，
我嘛是甲即个故事记咧，想讲有即个啥物特殊的所在，搁想着讲较早罗东有即个林场就是即个林场一寡行李人行李做了后，拢会去即个空路行来去开来去开安尼所以我就想着即个即个足欢喜的即个情景来甲伊写咧，写即个7月半咧，一张。这是拄则即两首歌的歌词。第一首是开往花莲的火车，是即首歌是有一个故事。好，咱尾仔嘛是会讲着先互大家看这是一个情景，就是讲大家咧坐火车的时，咱台湾的边仔拢是海嘛就会看到即个海啊，咧边啊那雨咧落，就摇啊摇，感觉一个摇篮曲的感觉安尼。好，一张。这是7月半的歌词其实即个歌词我是想要写一寡敢若趣味的物件，趣味无写正经的物件。就是讲罗东的过照洗头大家拢知影讲遐个温泉足出名。但是佫有地势胭脂芳安尼，佫快无红通人爱，行李爱做，酒杯袂得空。就是做行李的时，大家这酒杯嘛袂使空啊。早知风台会来，7月半日也是去海边。就是讲即大家拢无正经，无爱安全啦，无惊危险，拢去海边唱歌啦，去逍遥自在，义大山线品仔佫随拢总来安尼。佫早知你也会来，7月半日也是去空路行就是大家拢会来你嘛来大家拢去空路行。虽然毋知影讲空路行是有风男烈女，也是妖魔鬼怪但是有诶无诶老人少年拢总来安尼，就是安尼诶歌词，感谢。后来就是拄则有讲到，我有去学南管，后来。佫拄着迄杨秀琴老师就学念歌安尼，一张。其实拄着杨秀琴老师，真正去教伊学是差不多2019年的代志但是我嘛是差不多2014年去到老师的即个表演听伊唱即个去食开价段。迄阵就是足热烈老师足侪学生拢咧台顶安尼虽然大家头前舞舞的敢若足热烈但是上后上尾老师出现啦，哇！迄个老师迄功力哇，无简单，迄场面甲定咧真正是足厉害。我着好老师去咧就是足爱老师的伊的表演，想讲哪会遮厉害？为虾米大家拢唱共款是念歌，大家拢摕一支话琴来唱，哪会老师特别厉害安尼后来就是有去录音室迄阵老师是咧录一个念歌的专辑我着去甲老师交流结缘迄阵毋是我家己讲爱去，就是讲伊甲我的迄个制作人就是叫做夸迪伊咧合作迄阵就有即个机会老师。迄个夸老师就叫我讲，会使去唱一条歌，互老师听看卖。我就唱我拄则迄条就是开往花莲的火车。结果老师哪听哪困安尼。就是第一届结缘的即个情景。好，后一张。后来我就想讲，我想要有影真正去学即个念歌我就去问一寡朋友安怎会使甲老师去学？朋友就讲会使去考即个艺生啦。因为老师嘛是年会有可能嘛无法度讲收一寡有诶无诶学生，毋是有诶无诶，就是伤侪学生安尼啦。就希望讲会使有真正爱学，真正爱考考掉才去有影甲老师学安尼。了后因着。叫我讲先去甲老师学一寡念歌调，歌调看卖，我就到山顶去学安尼我毋知影原来老师是住伫咧
就是遐山顶的所在吼，就是逐工着爱嘛是毋是逐工，就是逐工爱上课的是就是坐足侪车吼去到老师遐吼，但是迄阵老师足够吼，就是比如讲我即届学到对吼。后摆就是过足侪工了后来吼，伊阁会记得讲你顶届唱到倒啊，啥物吼，伊阁叫我阁安怎学安怎教安尼，好麻烦放一个影片吼。这就是老师咧教我念劝世吼。我的声。就是一个咧学劝世时啊吼，迄阵就是感觉讲，迄阵的台语嘛毋是讲介好，搁爱即个念歌，毋是讲我唱迄个流行歌，几块仔歌词安尼唱就好，着爱讲安尼一直念啊，一直咧念迄个四句联加即个老师的即个风格，搁有口碑歌啊搁爱唱搁爱弹安尼迄阵就是讲我头壳拢懵去啊常常安尼弹一个，就是头壳拢拍角老师就叫我去走行的才搁转来对，而且大家拄则有看，就是讲老师是用一直咧复述一直重复唱互我听我才用头壳记的安尼是即款的方式一张。迄阵就是咧学即个甲老师学念歌了后大家咱知影讲，我差不多学2-3年了后，老师去天顶即个经验，互我想到一寡感觉我学到的是讲安怎认真去学台语文台语文就是即摆可能有一寡少年仔讲啥物台罗仔甲因霸凌安尼安怎但是我感觉讲若是你有影开1-2点钟来学即个台语文，若是台罗字是足紧的，会使家己安怎有即个工具，甲安怎去查安尼啦第二个我学到的就是讲安怎熟悉歌册熟悉台语的文学就是讲歌册实在足趣味的大家安怎哪会遐贤写到啥物故事拢写到遮趣味安尼其实内底有足侪咱已经失去的已经无的即个文字的词实在是讲大家着爱重新来去读即个文学甲咱的即个即个语言找转来安尼第三个学到就是念歌的趣味就是讲迄阵我第一届去学我就是雄心壮志，想讲我一定要足厉害，安怎互老师感觉我足够但是后来我就是老师就感觉我哪会遮严肃，就是讲其实念歌是足趣味的代志遮侪歌是迄个敢若咧讲生笑，敢若有即个趣味的物件淡薄仔有即个色的物件哪会无去哪会讲着爱遐严肃着安尼后来我即个时间了后，我就是来思考讲，因为咱是艺生啦所以逐年即个着爱弹互即个文字桥的即个委员听但是可能有一寡委员是年岁较大伊就是虽然咱足认真咧查迄个正字咧写即个剧本咱着爱甲迄个老师讲的迄剧本写落来咱足认真咧查，但是一寡委员敢若嘛无熟悉，伊就讲较早即个念歌册
即个用这个替代日志吼，伊嘛看有啊，为什么咱一定要用一块字安尼？吼，这可能是一个断层的感觉安尼啦吼，第二个思考就是讲，即马咱现代的脚步就是较紧吼，就爱啥物就爱足紧速成安尼感觉吼。但是古早毋是伊。毋是安尼，拢是讲即个先生咧哪念你哪学吼，用时间来甲你的即个传统的记忆甲建立起来吼，毋是讲一定爱遐紧安尼吼。但是迄阵的即个方式就叫做口传心授啦吼。即个现代口传心授敢袂用的吼。敢需要讲，咱着爱遐紧吼，敢会袂使讲豆豆啊吼，去即个环境内底吼，甲即个文化吸收起来安尼，好，后来是旧年老师去天顶了吼，迄个大家敢若足焦虑的吼，就是一寡文字局的委员啊吼，长官啊，甲一寡前辈，敢若足焦虑讲，即个念歌要失传啊吼，要无啊吼。安尼，即焦虑感甲即传承，敢真正有帮助吼？就是因为老师一直咧甲我讲，念歌是趣味的，你若无趣味，你哪会去学？吼，即焦虑感敢有帮助即个传承的即个即个物件呢？好啊，一张。好即摆我嘛是家己有继续咧创作，除了拄则迄款的民谣吼，即个。流行歌的即个物件吼，阁有咧创作，就是新创作的念歌吼。其实我有哪咧写吼，阁有甲即个跨界合作吼，可能是甲即个舞蹈嘛是，也是讲甲无共款的音乐安尼吼。我即摆嘛是想讲吼，我嘛继续来写家己的心内话吼，因为我写歌足慢的吼，就是想讲啥物拢爱完美吼，完美主义安尼吼，但是。淡薄仔就是有时就是家己受限安尼吼，就是莫受限吼。即马我有写一首叫做《老仙婆有天庭》啦，吼，来放一段互大家听看觅。就是拄则有两派的即个念歌啊，就是讲即个故事，这是台湾的古代，有听念歌你就知，迄阵哭笑山区内一个姑娘出世来，
即个山区的生活真辛苦，三顿毋知要如何，吼，爸母实在无法度，就叫囝儿找出路，吼安尼，吼，这是一个故事吼，大家若想要听搁较济吼，会使搁上我的即个名册吼，有放即个影片吼，感谢大家，好，我记。好，我即马即个我话讲到遮吼，咱来欢迎后一个是即个英安，吼，感谢大家。好，多谢大家吼，那个雅神真正足厉害的吼，就是我即马要来小看小解我家己，吼我主要吼即马是伫做迄个舞蹈相关的创作，嘛有伫画图，好，下一张，这是我迄个大学的时阵，因为我大学读的是师大的美术系。迄个时阵就是主要拢伫画一款足严肃的图，画甲即要起笑，所以就就是要跳舞，嘿所以就是伫迄个时阵我开始接触现代舞。好，尼是大体也是伫2007年的时阵开始学习现代舞，因为我毋是舞蹈科系的学生，我嘛是有试看觅想要去考舞蹈系，毋过毋知影为虾米感觉足歹考的，嘿，所以我家己伫体制外去找一款课程，找课程去跳舞，嘿伫大学的时阵嘛是拢去找一款 audition 应该是有到6摆的 audition，毋过就是毋知为虾米就是拢考袂着，嘿。毋过我心内底有一个做舞者的梦想就是想讲搁试看觅，嘛算是幸运就是伫迄个2010年的时阵，我嘛是搁看到一个 audition 的机会，我就走去即个光环舞集，拄好迄天去吼，就是足奇怪，敢若我一个人，就是甲其他团体 audition 拢无共款，就是。敢若我一个人，我就入去，就是光环舞一个负责人甲迄个团长吼，就是讲好无你就来试看觅好我就真正入去做迄个专职的舞者，伫内底有5年表演的经验，就是讲伫迄个5年的内底吼，其实生活嘛是足单纯的啦，就是逐工拜1到拜5就敢若伫上班，就是会知影就是练一款基本的动作。嘿，像讲，就是练迄个芭蕾还是现代舞无就是一款自由舞蹈，太极导引吼，就是一款足多元的课程。嘿，下昼就是摆迄年的作品，嘿，就是讲除了平常时排练吼，我嘛是有对舞团，就是到全台湾去做一款巡演，所以嘛是趁机会出去行行的，就是感觉真正生活足快乐的嘿。好，下一张。毋过伫迄个2014年吼，就是9月的时阵，光环舞集的负责人老小龙吼，伊就因为着感过身。就是嘛，互我有一个机会吼，就是来思考，伫这5年内底，我到底学习着啥物？就是除了我家己爱跳舞以外，我到底伫迄5年内底在创啥物？就是因为我自细汉就是足介意画图介意嘛是介意迄种伫舞台顶的感觉，所以我就是足知影讲我家己就是想要行艺术创作这条路。毋过艺术创作要创作啥物？到底啥物是艺术创作？就是迄个时阵，我就是拄好拄着即件代志我就一直在问家己。好，下一张。所以就是我伫2015年吼离开舞团，我开始做家己的试验，就是算讲因为讲
伫台湾要做，就是用舞蹈演出来过生活，其实无啥，就是介困难啦，嘿。啊，所以讲就是讲，我就是为小型的演出开始，啊，因为经费嘛毋是介好申请，嘿，所以讲就为像讲迄种社区的活动中心来做演出安尼，啊嘛是就经营网络的平台，像讲我家己嘛有一个真武志杀伤电视的平台，就是一直有在发展安尼。这什么意思 ？SAP 的什么？你他听下来对。还是你讲杀伤电视吗？啊？你是讲这个？你安怎读哩嘛？这个。哦，这是迄个印度的迄个因为迄时阵无成英语也无成台语的。对对对，因为我迄时阵有去印度啊，啊，就是对一款因话中国话讲身心灵嘛，啊，我迄时阵就是咧销身心灵啊，所以就是可能无是有遐济啊，就是用即个名。啊，毋过就是即马就歹改的，因为你一改，你连迄个 Gmail 的套组拢爱改，所以我就想讲无要紧，就继续用安尼。13条。13电子。好，好几张。好啊，这是阮发表的第一个作品哦。啊，因为迄时阵是完全无台语的意识，所以我就是咧创作的时阵，完全拢是用中国话在做创作。啊，这是阮第一摆伫咧一个咖啡馆的地下室做的演出。啊，伊叫无止境 Move and Exist， 啊，就是一个足抽象的概念嘛。就是其实足侪观众看了拢有啥，毋知我想要表达的是啥物意思。所以即个阶段就是较是家己心内底一款感受的表现安尼。好，啊，续落来几年，我主要拢是伫迄个芝山岩区民活动中心做表演。啊，就讲会当看到我，就是在试验用一款像讲纸、报纸啊、壁报纸即种物件，啊，甲即种足素常的物件放到舞台顶悬，啊，去甲互舞者的动作甲迄个纸做一款融合，看会发生啥物代志。好啊，为迄个2017年到19年我嘛有加入迄个米布的部分，就是因为迄个时阵有熟识一个朋友，啊，伊是咧做迄种米布，就是讲伊用迄种天然的食物，啊，去甲伊的迄个色水甲伊放到布顶悬，啊，我看了就感觉足新鲜啊，感觉足水的，所以我嘛甲伊的米布放到我的舞台顶悬。啊，伫2018年我有加一个迄个声乐家就是伊叫张玲玲，伊主要就是唱有伫作品内底有唱客家歌，即首客家歌叫《白书下》，啊，迄个时阵嘛是我应该是讲，就是家己出来做创作第一摆有用入去台湾语语的歌曲。啊，我会当互大家小可看卖啊，迄个时阵的表演。这就是我用朋友的米布做一个甲客家歌做融合。我
就是我甲互大家看一部分，因为迄个表演足长的。啊，毋过就是虽然我迄时阵用客家歌，啊，毋过其实我嘛是无武戏意识。我干那感觉讲迄首歌曲足好听的尔。啊，我嘛无迄个意识讲，我应该爱学台语还是学客语，就是无迄个意识，感觉淡薄仔可惜啊。好，下一张。好，安尼我是啥物时阵意识到，就是我爱教台语，还是讲台湾文化的元素，融入去我的创作内底。好，就是为2015年到2018年吼，就是我做的作品拢开始个人美感的表达，就是互观众看甲有啥啥的迄种作品，啊，伫2019年，就是因为香港有发生反送中吼，啊，因为我的迄个男朋友啊，伊足激情的，啊，所以我就是。甲伊去参加足侪，迄个时阵啊，去参加足侪公演啊，是讲就讲去迄个中正庙，因为有办一款反送中的迄个演唱会啊，是活动，啊，所以就是豆豆仔知影讲，哦，原来即个世界足恐怖，即个中国足恐怖，就是为遮心内底知影讲，哦，原来世界毋是遐尼好诶，对。啊，所以讲，为2020年，我就开始学习台语文吼。一开始嘛是家己去迄个图书馆啊，去图书馆找一款资料，就是家己去学看觅讲罗马字要安怎读安尼。毋过后来就是我参加迄个朱英新老师的课啊，阿辉老师的读写班拢有参加。啊，就是因为有足侪同学斗阵学习，所以学习的速度会比家己一个人伫遐摸来摸去搁较紧，对。啊，迄个时阵我虽然讲是有台语意识，啊，毋过我大部分文章也是拢用中文在写，啊，我迄时阵就是有讲，我无要搁看迄个简体字，无要讲使用简体字，啊，就是想要开始学母语安尼。啊嘛，想要搁较了解讲台湾的历史，啊就讲我阿公阿嬷年代迄个历史，因无愿意讲，还是无想要讲的物件，我想要去知影，就是开始想要家己去找资料、找路。对，这个都是我家己做的，后一张，就是讲，其实我迄时阵嘛是在想讲，若是要用入去足明显的台湾的意象，要用啥物物件来表现？啊，因为我家己足爱食迄种果子菜宴，就是甜迄种，啊，我就去收集伊迄个阿爸，啊，就家己收集愈来愈济，啊，甲粪扫一大堆，啊，就想讲，袂使，就安尼等调收可惜啊，我来做一个作品好啊。所以我就甲迄个菜园，就是放伫咧纸的顶悬，啊，用迄个acrylic的色料吼，甲伊漆的安尼，就是甲伊上色啦，甲伊上色，啊，这就是我家己，就是想要试看觅一款有诶无诶，所做出来。啊，即个作品真正嘛是伫2020年的时，就是伫表演内底有用到，就是我甲一款较细粒的灯，甲伊放去。迄个台湾的岛顶悬，啊，就是伫某咪表演的某一个动作的时阵，伊会发光安尼，就是规个台湾发光安尼，好，下一张。好，啊，就是嘛，伫2020年吼，阮有去几个算讲白色恐怖较政治受难者受迫害的场所吼，就讲。马场町吼，啊马场町伊即嘛是一个公园，啊，阮迄时阵去的，就是有看到有人伫遐运动啊，还是骑脚踏车，啊，毋过遐有一个纪念碑，就是讲伊是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吼，就是政治犯一只伫遐就是互人枪决，就是伫迄搭，啊，我甲陈露吼，就是伫遐做一个实验性的。迄个舞蹈的
呈现啊，家己做翕相的记录。对，这就是迄个时阵吼，嘛是甲，因为知影讲即个场所的历史了后，就是跳舞的感觉就完全无共，无法度就欢喜去呈现，嘿。啊，即个陈露伊的表达是搁较强烈啦，我算是较温和。好，后一张。好啊，2020年我嘛有去另外一个所在吼，应该大家足侪人即马拢知影，就是景美人权园区吼。啊，伊早嘛是就是戒严时期政治犯互新闻也是讲判刑的所在。啊，就讲美丽岛事件，1980年的时阵，第一法庭嘛是伫遐举行迄个军法的审判吼。啊，我是伫纪念碑遮做一个舞蹈的呈现。啊，你若是有去过，会当看到遐有足侪人名吼。啊，拢是迄个戒严时期受难者的名，拢放伫宾馆，就是足侪。啊，就是感觉讲，哦，哪会遐侪人足惊的，嘿啊。好，啊，就是讲我伫做舞蹈创作的时阵，我嘛同齐是啦，同齐做画图的一款笔记，嘿。啊，毋过就是因为我大学迄个时阵吼，都无想要搁继续画图，所以我就是将我足侪画图的家私拢送互我的朋友，因为我就想讲，我着专心跳舞就好啊，就毋免画啊。啊，毋过后来就发觉讲，袂使呢，我若是干那跳舞，安尼一方面是我若是老的时阵，我无法度遐尼的，就是讲身体无法度顶当遐济，安尼我要安怎？嘿，所以讲这是一方面啊，一方面我感觉讲，其实画图用来做迄个跳舞创作的记录嘛是足好用的，嘿，就是毋免足专业的，就讲我这就是用迄种叫啥粉蜡笔嘛讲，粉蜡笔，就是迄种即素常小朋友拢会用的迄种素材啦，啊，就是做一个简单的图的记录。嘿，就讲即张毋知敢有人约会着，是倒一首歌，就是嘛是台湾民谣。白灵诗是鸟也无毋对。好啊，其实即摆图吼是迄个一只鸟啊，好啾啾，嘿，对，一只鸟啊好啾啾。啊，因为恁会当看到迄后壁有足侪敢若一格，吼，就是我想要表达伊是伫迄个受限制内底，啊，要飞，阁飞袂起来，嘿，对。啊，就讲这嘛是加乐的意象吼，都是一个人伫迄裤仔内底，啊，要展开，无法度展开，嘿。哦对，这嘛是一只鸟啊，好啾啾，应该是安尼讲无对。啊，即幅图吼，就是大阿图是迄时阵陈露跳的舞吼，伊是伫讲迄个228，在宜兰，因为伊住宜兰嘛，啊，就是宜兰的有一个228的政治受难者大阿图，啊，伊伫跳伊的故事，啊，我甲伊的动作甲伊记录落来。好啊，伫2020年，阮除了做舞蹈，做画图的记录，啊，伫节目单仔嘛是想要试看卖去表达迄个白色恐怖的意象吼，所以大家会当看到，就是这一个就是加热的意象，毋知敢有明显嘿？啊，这转音乐吼，转音乐就是因为蒋介石嘛。蒋透透，伊就是迄时阵定定是转一个音乐，就会当决定一个人的是生啊是死，哦，所以就是阮嘛是有唱即个
秘密伫内底啊，毋知就是迄时阵来的人敢看会有。好啊，这是百年恶盲拍死袂脱。好，啊一张。好，安尼就是因为2021年阮无发表作品哦，迄时阵应该是疫情的关系，啊，所以因个政府一度停一年，啊，到2022年，阮阁重新就是发表即个母演母，啊，就是因为学习台文有较侪时间，所以伫即个作品内底就用较侪台语文来做表达。啊，大家会当看到中央即幅图吼，这是日本时代的画家陈石基，嘿啊，伊是1906年出生的画家吼，嘿啊，我是有去看，嘿，后一张哦，我迄时阵是有去看一个展览，毋知大家敢有看，就是迄个不朽的青春，嘿啊，就是伫内底除了陈石基，阁有黄土水啊。也是讲迄个陈廷波啊，就是日本时代迄个最厉害的画家、甲雕刻家、艺术家，嘿。所以我为迄个展览内底吼有得到足侪灵感，啊嘛是特别甲陈石基前辈都拣出来啊做我创作的素材，啊就讲迄时阵因有创立恰多社嘛，啊恰多社内底有一句话。就是咱热爱艺术，心肝内想要为着乡土台湾牺牲性命，随时用戆胆来打拼研究。这就是恰多社的使命，嘛是咱的生活。哦，这是因成立恰多社的宣言内底一部分。啊，对我来讲，我感觉是会当感受到因的热情啊，嘿。陈石基即个画家吼，伊足特别，就是伊足介意用红色。啊，某一个张图，就是为我家己伫画图的角度来看吼，我感觉伊足介意用红色，应该是伊心内底真正是足热情的，啊，足想要创作，足想要为伊的故乡做一款代志。好。安尼，阮会当来看一段吼，就是陈石基的美图。哦，这是头拄仔看到迄影片哦，是我伫咧迄个淡水溶体啦，迄个我袂晓讲，迄是啥物所在？就是我迄个老街淡水老街，搁行过去，
啊，遐有一个足长的迄个场所吼，啊，我伫底遐录影，啊嘛是因为迄块布吼，就是我就是吸收着迄个电视机伊画图内底有用着足侪红色，啊，我的动作嘛是较激烈、较大的动作安尼。毋知大家敢有感受到？好，OK，后一张。好啊，伫2022年吼，除了去看迄个《不朽的青春》，迄是较早期吼日本时代的创作。啊，我嘛有去看迄个陈武定前辈创作的展览吼。啊，伊是伫即个展览是伫中正庙内底吼。啊，陈武定前辈伊是1949年出生的。啊，伊嘛是伫1970年的时阵，互国民党政府吼判刑2年，啊，关伫台东的太原监狱内底。嘿，啊，伊的创作有油画，嘛有雕刻，啊，嘛有一款符合的美材。嘿，啊，伊伫迄个中正庙内底的展览吼，主要拢是伫讲伊伫监狱内底看到，啊是伊家己感受到的一款状况。就是看到人受迫害，也是讲伊家己受迫害的情形吼，甲伊画出来。好啊，搁头一张开始。啊，大家会当看到就是恁的正屏即张吼，就是我去看的时阵，我感觉伊足厉害的，就是伊甲即个应该是画挂的物件啦，啊，伊甲伊放伫咧头壳顶。嘿，就是迄个印象就足深的，你永远拢袂记的，就是有即件代志，就发生伫台湾即片土地顶悬安尼。就是我感觉伊真正足厉害的，而且就是伊互人判刑了后，敢若阁有互，就是放出来了后，阁有互人降刑，吼，敢若嘛是几十年的时间，所以算讲是大部分青春拢是足无自由的，毋过伊就是有迄个才调甲勇气啊，去表现伊家己啊，甲伊所看到的遭遇吼，甲伊用艺术创作的方式表现出来。嘿，好，一张。好啊，这是2022年阮公演出的现场吼。啊，其实我的就是甲我合作的对象，拢会变做我画图的素材，所以你会通看边仔，就是我的朋友英豪甲陈龙吼，啊，因两个就会出现伫我的图内底。吼啊，这就是伊伫表现迄个陈武定前辈，所以伫即个作品我用轻吼，用迄个轻甲伊箍起来。就是一个尴尬的意象。好，好啊，除了讲阮家己做家己的创作啊，嘛是找机会去参加外口的活动。啊，就讲这2年吼，2022年甲今年4月份，阮拢有伫网家做迄个演出。啊，就讲2022年，阮是伫咧天桥顶悬。即个天桥叫华冈天桥吼，毋知大家敢有去过？就是伊是一个圆箍仔围起来的天桥。啊，伫咧迄个2016年的时阵吼，伊插一出来要互郭文德市长拆掉。啊，毋过迄时阵就是有足侪民间的团体去发起一款反抗的运动，所以讲即个天桥现处是抑阁伫咧。嘿，啊，旧年阮去做表演的时阵，有下晡场甲暗时场，就是迄个效果是完全无共的。啊，所以讲，因为为着要做即个表演，我嘛是去查即个天桥的历史，啊，做出来的物件才有技术书啊，甲天桥，即个天桥有记载着，嘿，对啊，我嘛会当看一下吼，是迄个。
这是下晡场，就是阮是缀迄个鸡，应该是梨啊，还是啥？鸡梨啊，鸡梨啊。啊，观众其实伊毋是固一个所在，伊会当为四周围拢会当看阮做表演安尼。过来，这是迄个2022年的网架艺术节。啊，其实今年阮嘛有伫网架吼，啊，毋过是伫迄个北皮寮。啊，今年是甲阿顺斗阵合作嘿。啊嘛是，就是有无共款的经验嘛。反正就是因为迄个表演足短的嘛，足短无法度做足长的表演，啊嘛是去熟悉遐会搁较侪人安尼。好，啊一张。好，啊，过来我会来讲阮就是即礼拜六个作品创作的一寡过程啊。好，啊，今年阮的作品是副名叫做《都市的色调甲美乐蒂》，咱刷骹步来找找，吼，就是主要拢是用雅顺的歌曲来做创作。啊，伫即个创作内底有8成拢是用雅顺我住在一个岛上吼，就是拄仔恁看到即张专辑内底的音乐，嘿，好，啊一张。就是大家会当看到吼，就是因为像拄仔阿顺讲的，伊即首专辑内底有足侪是伫讲火车嘛，啊，你会当看到足水的相片是，我有一个朋友伊是伫做专业的摄影师，啊，阮就是去迄个网古车头去做迄个翕相吼。好，啊，这是用雅顺的歌吼，丢丢动啊，即个作品是我另外一个朋友银河吼，银河伊所编舞的，啊，就讲开往花莲的火车，啊，阮嘛会当请雅顺小可小解一个即首歌创作的背景吼，因为伊有伊家己的故事安尼。即首开往花莲的火车吼，就是我家己有一摆坐火车的时，就是看到我是坐迄个暗时的火车足晏的，吼，就看到一个爸爸吼，经过迄个苏的时，就抱一个囡仔上车，吼，迄阵外口搁咧落雨吼，啊，就想讲，这爸爸哪会即个时阵咧带囡仔坐车呢？吼，啊，伊就是看起来安尼风尘仆仆，穿一个背衣吼，安尼，吼，我就甲伊做注意吼，想讲伊是安怎呢？吼，就听到伊甲边仔的人咧开讲吼，就讲伊就是可能礼拜时才会使带囡仔转去咧花莲吼，找囡仔的妈妈吼，平常时就是家己咧所遐咧做工安尼吼。吼，就是足感动的，因为咱台湾足侪人拢是安尼吼，平常时安尼定定咧搬车为生活吼，为工课吼，为这个家庭安尼，吼，就写即个开往花莲的火车吼。咱即个歌内底有一句讲，即个雨落在海面上吼，醒来着天光咯吼，所有的囡仔吼，摇啊摇安尼吼，就是。我写即个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思想安尼，感谢大家。
迄个顺海线行吼，就是顺海线行是应该是讲那时阵伫创作这首歌内底，伊是用迄个泰雅族的古调嘛。啊，阮伫编舞的时阵，就是这首歌是我编舞的啦。啊，就是讲，因为我是编三个人的舞蹈嘛。啊，我家己去听伊的歌，内底就是有海波浪的意象。所以恁若是真正有来看表演吼，会看到一个查甫啊，脱白体啊，就是用迄个布去表达海波浪，啊佫有表达友情的部分。因为我伫歌内底有听到，就是朋友之间的友情，啊，甲分开的时阵，迄种最伤心的感觉。啊，顺嘛会使小解一个伊伫创作这首歌的时阵，伊的心情。这首歌是较新吼做的歌，但是嘛是甲拄则迄条共款，就是我家己看到一个人吼，就是有一摆我伫咧路边咧弹琴，吼就是看到一个街友咧甲我听呢，吼我就想讲，这个人等下敢会安怎？就是伊无伊听煞着来讲你咧弹啥物吼，听的我就是介绍讲我咧弹啥物吼，就。雄雄咧讲家己的故事就是伊是住伫个泰雅族的一个部落吼，就是有一摆伊的朋友吼，就是过身啦，但是朋友的这爸爸妈妈无钱通甲伊办这个葬礼安尼吼，伊就家己开家己的所有的钱吼，甲朋友这该安葬安尼吼，伊怎啊无钱煞开始家己咧坐火车吼出来可能咧。无共款的所在咧做工啦，安尼我听了都想讲有即个无共款的人伫咱的生活中伊为着朋友会使做遮尔侪代志煞互家己开始流浪我着甲即个泰雅族的即个古调甲伊改编写一个歌，就是顺海线行来讲即个故事。好，过来有一首我先创作的歌叫《心针》吼，这首歌是嘛是朋友因号的作品，我伫心针内底是做舞将吼，我甲另外一个拢是查某，就是查某的双人舞，伫迄个歌词内底，就是伊有写着心针大老热的场面。我家己本身嘛是拄好伫今年的迄个6月份就是5月7日，新增有文武大奖夜嘛，日顺的迄天，我有去对朋友去斗闹者，真正足精彩的，就是去看人师，对，所以就是我是想讲，既然伊在写新增，我应该就是去看卖真正新增大老热到底是在创啥物安尼？就讲伊歌词内底有一首两句话是在讲迄个锣鼓爱响，新增大老热，夜清平，彩纸满天飞，就是规个意境拢是甲新增迄个地区有关系。就是我去看迄个大拜拜时因为新庄足出名，就是迄个关将所我就去看迄个关将所咧即个操练安尼我咧看有一个查甫咧，我后壁讲你很爱看热闹嘛，我就行一个，说有啦，就爱看了安尼因为新庄这个关将所实在足威武、足威严足好看安尼我就是其实我是高中才搬伫个新庄搬去新庄才知影讲我的新庄毋是工业区尔嘛是有老街是北部最早发展的一个城市安尼我就想讲我来为这个新庄写一首歌我就甲这个大闹热的暗时安尼锣鼓爱响安尼足闹热安尼甲伊写落来安尼就写这个新庄安尼。
对，我阁补充一个吼，就是伫即首新装内底，为虾米我会遐尔啊介意即首歌吼？因为我家己是伫内底跳舞嘛，阁有那时候有讲，就是伊伫咧内底有融合人管的元素，嘿，所以应该你若是来看表演吼，就是伫即首歌的上后壁，会有一个 melody 吼，一部分的旋律，就是我选手人管，嘿毋过我家己在跳的时阵吼，我甲另外一个舞将吼，阮两个超动作超少久的，因为讲内底迄个节奏吼，节奏拢毋是西洋的节奏，毋是迄种一两三四五六七八，就是毋是西洋的，爱用迄种八关六架的某一个点来对动作，嘿，所以我感觉这是较趣味的部分，嘿，所以大家若是有机会会当来看一下这段足特别的。好，伫即个作品内底吼，阁有即段自由的风。自由的风其实是规个作品内底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讲我头摆听到即首歌是伫咧拼场的场合。迄个场合主要主题就是应该就是笑脸迄个竞技训练者的前辈，嘿，即首歌我来编舞，其实嘛是介困难，因为我无互舞者足侪设定的动作，就是我就是头起先是家己讲一寡训练者的故事，像讲徐如丁前辈的故事，还是讲陈武定前辈的故事，毋过我感觉就是。可能伊无啥会当真正理解，所以讲这嘛是我搁在试验的啦，就是我家己编舞的人就有感觉，毋过要甲即种感觉传互舞者，互伊嘛有共款的感觉来表现出来，这到底要安怎做？嘿，这是我即马现初时搁在试验的。嘿，我选会当小看小家子即首歌。自由风就是讲，有一届我嘛是参加一个民权的即个活动，吼，就是讲要为即个活动来写一首歌，吼，就是讲自由的风，吼，大家拢知影讲，台湾其实足侪即个音乐人，吼，写的即个自由的风，即款的抬头的歌安尼吼，是咧写讲台湾较早可能无自由咧毋望自由的风吹来安尼，吼，我即摆有感觉讲，啥物时阵大家吼爱为即个毋望的即个想法内底吼，变成一个行动吼，有影去做一寡代志吼，莫大家拢只有想安尼吼，所以就是即摆我一个思考哈，但是迄阵咧写即个自由的风，就是咧家己穿越吼，转去迄个时代吼。若是有时听到讲有啥物人无去啊、胖去啊，伊可能就是去互即个国民党掠去啊，有时大家有时一寡即个台湾的前辈走去即个外国就是因为台湾袂使大因为无自由啥物时阵伊才会转来，是安尼的即个情景安尼，多谢大家。好，过来小解一个白步调吼，白步调是较应该是讲较轻松，嘛足有土地气味的一首乡村的民谣。这嘛是真澎湃，就是算讲是规个作品内底三个人拢有摕布吼，拢有穿布的裙，去做足侪舞蹈动作结合的表现。像讲伫白步调内底，因为伊是乡村民谣嘛，那安尼我就是小可想到一个乡村民谣，伊有5种的曲调，有白步调、思乡机、四季春、红港小调、五空小调，甲牛尾伴。咱顺即摆就是会伫现场吼去单加唱白步调。因为我家己
头摆是伫 YouTube 听阿顺的唱即首歌，啊，我就是发现讲，哦，伊那会一字有足侪无共的音，嘿，啊，就是感觉足趣味的，会当弹足长，嘿，所以即首歌真正足好听的，啊，就是嘛是足有迄种气力，嘿。就是所以讲，舞者在跳的时阵，我会尽量要求因，就是爱甲迄个步尽量塞出去去表现迄种，毋管是海波浪还是鸟仔的失误，哦，就是尽量去表现迄种气力的感觉。好，这北部调甲我学的这台湾北部的念歌吼，迄个风格是有影真无共吼。北部念歌就是吼。可能袂牵遮长啊，吼，就是一个音吼，主要就是要求讲大家听即个歌会使知影讲哦，这是啥物故事哦，吼，有时啊会使唱啊足紧安尼吼，吼，但是这南部的这满洲啊，乡村的民谣吼，就是一音有影会牵足长安尼，吼，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吼，因这个环境的关系。吼，就是大家拢是咧坐时啊，那咧哼吼，有时是可能做工课时，吼，大家咧唱安尼，吼啊，但是这北部调即出的代志，就是讲伊其实是为台湾的这原住民的民谣来的吼，就是较早的这个噶玛兰族吼，伊有一个民谣吼啊，但是噶玛兰族吼，伊可能足侪人吼去到这个。东部做工，吼，煞甲即个民谣传到即个乡村满洲，吼，所以这北部调这个歌词嘛，常常咧讲吼，就是讲古早人足艰苦，吼，这翁某想要斗阵来去台东花莲港，吼，做工打拼，吼，但是做工足辛苦，吼，想大家也是转去乡村啦，吼，大家乡村啊，斗阵困工床，吼嘛较好过安尼吼，是即款一首歌。好，所以真邀请大家来现场看吼，因为就是阿顺伊的歌词内底有一个故事，啊，毋过阮舞者在跳的时阵，佫是另外一个故事，啊，就是两种故事结合做伙的时阵会发生啥物代志，就是我感觉这嘛是足趣味的，嘿，对，所以讲真邀请大家吼。啊，这是阮即摆的迄个制作的人员，其实嘛是足侪人，因为无共部分，除了编舞，除了音乐，佫有迄个服装嘛爱想要安怎穿才适合。啊，就讲因为即摆拢是用台文嘛，那嘛是有请迄个台语的先生友人吼，下米来斗相共，啊嘛是有就讲海报安怎设计啊。作品的列样啊，啥物啊，顶要安怎设计啊？像讲即摆嘛有，就是头拄仔大家看到迄个记录，伊的光影嘛有，伫几个作品内底有几落段拢是伊家己的创作，吼、所以伊即个作品毋若是舞蹈，毋若是乐器，佫有融合足侪无共的素材伫内底，嘿，啊嘛是。足感谢讲，迄个李港桥基金会会当互阮体贴，就是小盖阮的创作。确实吼，要做即个搁要结合台语的物件，啊，搁要就是有咱本土的一寡吼结合的艺术创作、艺文创作的工课，吼，原本就是一条无讲介好行的路啦，吼，嘿啊，嘛是咱看会出来，即两位。少年的艺术、艺文创作者拢真有热情吼，就是爱有即款热情吼。甲咱在做真侪台语工课的朋友吼，拢共款，就是爱有真大的热情吼，啊，对即个土地的即个疼心吼，较有法度坚持即条路啦吼。